會停戰喎，係咪？你個意思係咪啊？停緊㗎啦，停緊啊！停緊啦，停。咁啊，趁住呢個機會講講呢單，即係而家美國就喺同烏克蘭簽署嗰個稀土嘅協議咁樣。嗱，呢個咁嘅協議咧，就當然係喺我哋做節目之前一個好新嘅一個突發嘅新聞啦。咁我幾個角度要問阿博士嘅。第一樣嘢，點解成個和談，即係呢個美國話要喺呢個烏克蘭要插旗，要收陀地費，個焦點要擺喺稀土上面啊？有市場啊嘛，佢自己都要用。佢美國本身有佢哋真係唔想開，因為佢自己開嘅人工太貴，嗰邊啲人開咧人工好平。咁你哋都令到你烏仔開咗出嚟兩份咧，你哋幫咗佢有經費發展翻個國家。因為周圍攤大手板，你唔撚接濟佢，再搞多鑊亂龍，屌你！即係都係一個係大家好嘅事情嚟嘅。咁佢喺嗰度插旗咧，就好過你入北約咯。即係我美國直情係有美公司喺度招人，即係我美國佬睇你場嘛。我可以保護我嘅國家嘅資產，我可以隨時正面同你俄羅斯打仗。所以佢俄羅斯佢要接受咧，就係當個針都幾厲害㗎。據我所收嘅資訊，台底下嗱，如果你俄羅斯唔制嘅，我將會咁做咁做。講咗3樣嘢俾普京聽，所以普京 settle。即係講3樣嘢就無謂講啦，係嘛？即係你問我消息來源好撚大鑊㗎啦嘛，你自己估係邊3樣嘢啦？俄羅斯冚旗，冚旗。因為美國幾厲害嘅，因為佢差唔多佢哋日夜瞓覺嗰啲智囊團啦，嗰啲智庫咧，係夜去研究啲國家邊個國家嘅死穴喺邊度。你世界上前嗰50個國家啲死穴咧，係佢係掌握晒啊！其他100幾個都有嘅，但係冇咁精密。前50個國家咧，佢掌握晒嘅，即係知你死穴邊度，點樣同你搞政變，點樣害你個冚家產，點樣落嗰個斬首行動，有嘅。所以伊朗都跪低，你睇到啦。我陣間要講講伊朗嗰單嘢，嗰單嘢就好離奇嘅，即刻講㗎嗰單嘢。我第一節係會講啦。好，博士嗱，而家係插咗旗啦，咁呢啲稀土。咁我相信仲唔止嘅，將來譬如話烏克蘭重建啊，好多呢啲嘅。好多。而家講明喎。係啊。邊個即係阻頭阻勢嘅唔參與得喎？咁呢個係針對中國啊？而家成個美國所有任何一舉一動嘅動作咧，都係針對習近平，唔係針對中國。亦都唔係針對中國共產黨喎。大家唔好對號入座喎。而家所有美國佬、歐洲佬所做嘅任何動作，